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义，解说解说。讲到延平君王郑成功，讲起来后世的人为着纪念伊所写的文章满满是。尤其伫咧清朝年间，清朝派来台湾的命官孙台使者辛抱正，落尾原来要做甲台湾的巡抚。辛抱正伊捌写一对联队，要来纪念郑成功。讲起来，郑成功是建输清朝的人，但是连清朝的命官心肝内都降服。内底内容、内底诗句，到甲即当阵，也是真侪人拢伫咧赞叹，讲真正郑成功当着知音，辛抱正伊也无因为讲伊是清朝的大臣，对郑成功就另眼看待。即对连队离句真长，尤其国情咧讲，那连队用台湾话来读，意思真好，尤其伊的声韵变化是真明。顶句连队讲做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，洪峰流处山川，足移民世界。下句讲极一生无可如何之物，缺陷还自天地，是创极完人。顶句辛抱正伫咧赞叹讲，郑成功伊真正就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。将来捌人像伊安尼，洪峰流处山川。台湾是真正无人要来的所在呢。台湾是真草原，风台大水，佮挂地动。但是郑成功带这移民，就是讲唔愿互清朝管的人，会当开出一片的世界。唔只系辛抱正心使者，伊讲这叫做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。确实，国情头拄来讲，清朝的命官，毋过伊有缘钦服。有缘赞叹郑成功，伊所作所为一切表现，洪峰流处山川，无半项开垦甲遮尔啊请赢，有三地人的东陵王国。过来下句，辛抱正讲极一生无可如何之物，缺陷还自天地。就是郑成功有心要拍拼，包含伊的后生郑经。过落去，咱嘛知影郑克忠甲郑克爽三地人谈遮。实在想要将东陵王国经营好，毋过一生无可如何之物。因为真侪代志，毋是咱会当吹白，是天地咧甲咱伸骹出手，讲我这一生无可如何，毋是咱有才调发挥啦，总是留着遗憾。这点的缺陷，还自天地。所有种种的遗憾，行天行地，但是留落咱台湾的名声。辛抱正讲郑成功是创极完人。就是开创天地，过去人毋捌有，真正一个圆满，真正一个无法度去经营的缺点，完人。所以这对诗，这对联队，有一段时间，原来人真正远镜伫咧找无，经过台南市的文化局认真编，落尾才佫编出来，真正写起相当的好。真侪学者、真侪专家讲，你写郑成功的联队，这队会当讲是一粒一粒。国情各位所有观众朋友，咱顶下句佫来读一摆。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，洪峰流处山川，足移民世界。极一生无可如何之物，缺陷还自天地，是创极完人。郑成功，国姓爷留名千古，就是因为心使者写这对的联队，真正传到后世。